財村碼頭係大理洱海生態廊道上面嘅一個核心入口。洱海生態廊道為咗保護環境，係嚴禁外來電動車入去。啱啱行到財村碼頭，就被熱情嘅阿姨們團團圍住，佢哋手度攞住地圖，不斷向我哋推薦租佢哋嘅單車。洱海生態廊道，如果你想喺廊道裏面揾到啲與眾不同，呢度仲有好多造型特別嘅史努比或者哈雷風電動車。雖然外觀超靚，但佢哋主要定位係影相道具，所以為咗安全起見，行車速度被限制到超級慢。真係要靠佢哋代步嘅話，性價比其實唔算高。個人覺得踩單車係遊覽洱海生態廊道最推薦嘅方式，只需20蚊就可以不限時間租一架單車。4月嘅大理洱海生態廊道正處於一年之中最溫柔嘅時刻。呢個時候嘅生態廊道，放眼望去全部都係清新嘅綠色，水質清澈到可以見到水草、海菜花喺水面連片綻放。自20世紀80年代以嚟，洱海一直承受住城鎮擴張同旅遊無限開發嘅破壞，水質急劇惡化，藍藻頻繁暴發，連被譽為水質是金石嘅海菜花都幾乎絕跡。改變始於2015年，大理隨即開啟咗搶救模式，一場關乎洱海命運嘅保衛戰全面打響。2018年啟動咗一項史無前例嘅工程，叫做洱海生態廊道，涉及9個鄉鎮、23個村、1806戶居民舉家搬遷，騰退土地近1500畝。曾經起去到水邊嘅房屋被一間間拆除，取而代之嘅係一條人同埋個湖之間嘅物理界線。人類嘅活動被減到最低，讓大自然去療癒大自然，將呢度由曾經嘅無規劃開發變成咗一座人同大自然和諧共處嘅環湖畫廊。呢度係洱海生態廊道，蒼山為勢，洱海為鑑。當日咁啱係農曆3月初8，玉案池舉辦緊嘅係海神會。呢一日最重要嘅事唔係燒香，而係放生。一盤盤魚苗被信眾倒落洱海裏面，本地信眾同商販雲集，廟會亦都變成咗一個熱鬧嘅市集，可以買賣日常用品，品嘗風味小食。4月嘅洱海環海西路，正係一年之中最舒服、最充滿生命力嘅季節。呢個時候嘅廊道雖然人氣好旺，但係嗰種從容不迫嘅節奏依然清晰可見。遊客可以喺馬路上漫步，又或者享受踩單車嘅自由。4月嘅大理不單止氣候宜人，更加有住屬於洱海嘅清新同寧靜，係體驗慢生活嘅絕佳嘅地方。環海西路旁邊全部都係民宿，靠海嘅房型最平嘅都要1000蚊一晚。呢種開窗見海嘅極致體驗，令到面向海嘅房型嘅價錢普遍都好高。龍坎碼頭，喺財村碼頭出發往南踩，好快就到龍坎碼頭。龍坎碼頭成功結合咗絕佳嘅自然景觀，
無論係朝早起身睇日出，定係喺廊道隔離靜靜地坐下吹風，呢度都可以令人感受到一種從容同治癒。呢度嘅人氣真係超旺，路邊停滿晒等緊遊客嘅單車同埋電驢，周圍都係踩緊單車同埋喺度打卡嘅人潮。龍坎碼頭邊呢啲生喺水入面嘅樹，大家習慣叫佢做水杉。喺藍天同埋湖水嘅配合之下，呢一串串氣球顯得分外搶眼，瞬間多咗一份童話般嘅色彩同埋活力。呢度就係龍坎碼頭嘅古道口，呢啲石階直接伸入去義海入面。以前白族嘅鄉親就係喺呢度駁船上岸。石階兩邊嘅水入面生長住幾棵水杉，樹影倒影喺水面上，風一吹就搖搖擺擺。好多人都好鍾意坐喺石階上面影相。呢度係龍坎碼頭最出名嘅地方，亦都係最有古老碼頭風味嘅一個角落。粉紅色嘅心形框架正正對住義海，配埋地面上嘅石板路，影相真係特別浪漫。難怪呢度總係人潮洶湧，大家都想喺呢度留低一張屬於大理嘅專屬回憶。行到龍坎碼頭，你話咁快就會被呢度嘅熱鬧吸引住。除咗睇風景嘅遊客之外，路邊仲有好多好熱情嘅旅拍攝影師，佢哋穿梭喺人潮入面，好積極咁向遊客招攬生意，希望可以用鏡頭記錄低大家喺大理最靚嘅一刻。雖然大理而家嘅陽光非常之猛烈，但係得益於良好嘅氣候條件，實際上體感溫度只有23-24度左右，真係又涼爽又舒服。不過大家千祈唔好被呢個咁舒服嘅溫度欺騙到，呢度嘅紫外線超級強烈，喺戶外曬20分鐘，皮膚就會好容易被曬黑，甚至曬傷。所以出門之前防曬功夫一定要做足。喺龍坎碼頭，我哋捕捉到好得意嘅一幕，唔少遊客都好鍾意嚟到湖邊體驗下釣魚嘅樂趣，靜靜享受住呢份屬於義海嘅悠閒時光。除咗忙碌嘅遊客同埋攝影師之外，呢位畫家坐喺廊道嘅石牆邊，將眼前面嘅湖光山色化作筆尖上嘅線條同色彩。生態廊道海西段全長46公里，由南邊嘅羊南溪一直延伸到北邊嘅桃園碼頭。呢條廊道全程都係沿住義海岸線嚟起，汽車入唔到嚟，只有單車、電動車同埋行人。我哋今日騎嘅財村到龍坎只係其中一小段，因為時間有限，我哋今日只可以騎呢一段生態廊道。雖然未能要湖全線打卡，
但呢一路上洱海嘅藍、岸邊嘅綠依然足夠治愈。騎到有啲攰，我哋喺生態廊道邊揾咗間咖啡館休息一下。個店名幾有意思，叫卜不喝，書同咖啡。我哋點咗百香果汁、可樂同埋一塊薄餅。坐喺店外，一抬起頭就係洱海。4月嘅風吹過嚟，唔冷唔熱，啱啱好。喺呢度食同飲嘢，價錢確實比大理古城貴好多。但係為咗呢個絕美嘅洱海風景，我覺得呢一餐都係非常值得嘅。路邊呢啲白色細花就係三葉草，學名叫做白車軸草。佢哋就好似一層毛茸茸嘅地毯，鋪滿咗成個路邊。大家而家見到嘅洱海，唔單止係大理最靚嘅一面，更加係呢座城市嘅生命之源。作為重要嘅水源地，佢唔單止供應周邊嘅生活用水，更加喺調節周邊氣候、維持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住核心嘅作用。近年內喺科學嘅保護措施之下，洱海嘅水質始終保持住優良嘅水平。漫步喺生態廊道，你會發現呢度唔單止湖水清澈，湖邊仲有高大嘅水杉樹，構成咗獨特嘅景觀。因為呢份持續嘅生態呵護，始終保留住佢最純正、最靈動嘅一面。湖邊嘅鴨仔，人一走近就走人。呢啲水鴨中意喺水面揾食。洱海入面最多嘅就係呢種細細條嘅虎魚。喺財村碼頭還返架單車，我哋並冇停低腳步。喺財村碼頭直接搭的士出發，前往20公里外嘅喜洲古鎮，繼續探索大理嘅下一站。喜洲古鎮，由財村搭的士向北行咗20公里，終於到咗喜洲古鎮。穿過喜洲古鎮嘅西門，順住腳步搭上呢座小橋。喜洲係白族人嘅舊鎮，周圍都可以見到白族嘅古老大屋。有別於大理古城嘅熱鬧，呢度好似連時間都放慢咗腳步。喜洲古鎮唔算大，得嗰幾條古老巷仔。漫步喺古鎮嘅巷仔入面，周圍都可以見到白族特有嘅紮染布。喺喜洲古鎮嘅老巷仔入面，有一間叫富春里嘅老作坊，門口嘅欄上面曬住各式各樣嘅鮮花。喺陽光之下，花瓣慢慢乾，空氣入面飄散住淡淡嘅甜香。呢個係白族人整鮮花餅嘅傳統老手藝。喺呢度，遊客唔單止可以買餅，仲可以親手整返一個。古鎮入面開滿咗各式各樣嘅文倉咖啡店。由於而家係淡季，店入面得3-2個客，顯得十分冷清。順住條巷仔向前行，就到嚴家大宅。呢座白族建築極具代表性，承載住好深厚嘅歷史價值。嚴家大院門票只需20蚊，
而且仲包埋講解。嚴家大院建於公元1907年，到今日已經有100幾年歷史。大院嘅主人叫嚴子珍，係當初滇西嘅首富，亦係喜洲商幫4大家族之首。佢白手興家，創立咗永昌場商號，仲將沱茶遠銷到去東南亞。嚴家大院由4個四合院、1個大天井同埋4個小天井組合而成。由2013年10月開始，嚴家大院就正式開放做嚴家大院博物館。開放予公眾參觀之後，呢度已經成為展示喜洲商幫商業文明同埋百族建築藝術嘅重要地方。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佢係喜洲古鎮入面保存得最完美嘅百族民居代表，亦都係遊客去了解百族三方一照壁、4合5天井建築格局同埋欣賞精湛木雕、石雕工藝嘅首選地方。簡單嚟講，依家嘅嚴家大院係一個集古建築參觀、歷史文化科普同埋民族文化體驗於一身嘅旅遊文化地標。雖然嚴家大院係一個深入了解百族建築同民族嘅精緻地標，但佢整體格局緊湊得嚟又整齊，行起嚟真係好輕鬆。大概半個鐘左右嘅時間，就已經足夠將呢座古宅嘅精髓慢慢遊覽完畢。下一站，我哋步行前往喜洲麥田，沿路嘅小巷開滿晒各式各樣嘅小店，我哋都順手買咗支玫瑰牛奶雪條。結果試過之後，發覺味道其實都幾普通。食落去仲有一股好明顯嘅化學香精味，真係令人有少少失望。道路兩邊擺滿各種百族紮染嘅手工藝品，從好大張嘅台布、圍巾，到精緻嘅包袋、公仔，每一件都布滿咗千變萬化嘅暈染紋理。4月下旬嘅喜洲古鎮氣候宜人，正值春末夏初最舒服嘅季節，氣溫通常維持喺12度到24度之間，真係非常適合戶外活動同埋觀光。呢度海拔比較高，紫外線依然係好強烈，喺室外徒步，防曬措施真係要做足。喜洲麥田，喜洲麥田小火車。麥田入面有一條小鐵軌，上面開緊一架復古小火車，35蚊一個人，由朝早9點開到6點。架火車好慢，時速大概10公里左右。窗外面就係成片麥田，風由打開嘅車窗一路吹入嚟，帶住青草同埋泥土嘅味。架火車轉彎嗰陣，成片田野都好似跟住轉咗個角度咁。嗰個畫面真係睇一次就一世都記得。車程大概20零分鐘，唔使趕時間，亦都唔使心急。坐喺搖搖晃晃嘅車廂入面，望住窗外慢慢倒退嘅風景。窗外係綠油油嘅麥田，遠處就係蒼山同埋百族嘅大屋。
喜洲麥田將最原始嘅田園風光同白族民居完美咁聚合埋一齊。喺呢度不單止可以睇到四季變幻嘅天然麥田，仲可以感受到一種好安靜、慢節奏嘅生活感。再加上影視劇劇集嘅傳播效應，呢度自然就成為咗大家心目中嘅必打卡勝地。喜洲麥田並唔係為咗做旅遊先特登打造出嚟嘅景觀，當地千百年嚟一直都有種植小麥嘅傳統。呢片平坦嘅土地本身就係白族人民日常耕作嘅農耕區。後來當地喺保護緊洱海自然環境嘅同時，將呢啲傳統嘅農田進行咗統一嘅生態規劃同埋修整。不但留住咗古老嘅農耕文化，而且將佢變成咗一道可以俾遊客欣賞嘅風景線。咁樣先至有我哋今日所睇到嘅呢片絕美田園風光。雙廊古鎮，由喜洲搭出租車去雙廊，大概30-40公里，要搭40-50分鐘。由北入口入鎮，同喜洲嘅安靜完全唔同，呢度熱鬧好多。我哋行入咗一間叫倉耳軒食府嘅餐廳，我哋試咗1-2道地道嘅菜，包括炒野生菌同埋燉雞，香氣撲鼻，食落口感好豐富，充分展現出當地食材嘅鮮甜。呢間係一間有20年歷史嘅老店，極之有當地白族嘅風味。行喺雙廊嘅街巷，一抬起頭就可以撞見呢啲夢幻般嘅藍紫色花朵。呢啲就係藍花楹，佢每年喺4-5月之間都會如期綻放，將成條街染到充滿浪漫同埋優雅。呢一朵朵嘅藍花，亦都變咗大理春天入面最溫柔嘅顏色。雙廊古鎮坐落喺洱海嘅東北岸，以前呢度係一個白族小漁村，喺古代叫做山廊。南面有蓮花曲，北面有羅氏曲，兩條弧形嘅海岸線好似長廊一樣。中間仲有玉基島同埋南詔風情島，清代之後就改名叫雙廊。後來舞蹈家楊麗萍、畫家趙清呢啲藝術家嚟到呢度，仲喺度起咗太陽宮同埋青島，慢慢將呢個安靜嘅小漁村帶入咗大家嘅視線。之後遊客、客棧亦都跟住湧入嚟，雙廊就咁樣由一個漁村變成咗今日嘅倉耳風光第一鎮。我哋一路沿住洱海漫步，好快就到咗雙廊洱海濕地公園。呢度唔單止係親近洱海嘅最佳地方，仲更加似一座純天然嘅生態畫廊。清澈嘅湖水喺呢度同岸邊嘅植物交織埋一齊，呈現出好迷人嘅色彩。作為保護洱海生態嘅重要屏障，呢度唔單止為好多種水鳥提供咗棲息嘅地方，而且亦都為每一位遊客留出咗一個可以安安靜靜欣賞湖光山色嘅平台，一個可以等你靜靜地去感受洱海呼吸嘅平靜港灣。
由濕地公園出嚟，行咗唔係好遠，路邊就出現咗一座古色古香嘅老樓，叫做雙廊灰星閣。再向前行多2步，就係觀海平台。4月份初菊一朵朵咁生出嚟，營造出一種好清新、好得意嘅田園風味。喺春天嘅大理，薔薇花周圍都可以見到，特別係用嚟做圍欄裝飾。淡季嚟雙廊，條街真係冇乜遊客。我哋穿過喺呢個由花海同古建築組成嘅長廊之中，徒步去玉基島睇日落。由灰星閣行到玉基島嘅西端，就係古炮台遺址。前半段路係平坦嘅石板路，行起嚟好輕鬆，兩邊全係文創小店同埋買手信嘅鋪頭。過咗玉紀橋，條路就唔係幾好，石板路開始變窄，啲樓梯高高低低，有啲地方窄到只係夠一個人側身先行得過。行到玉紀島嘅西端，啱啱好趕上日落，蒼山遮住咗大半個太陽，啲光線將成個洱海都染到金黃色。我哋揾咗間好有特色嘅咖啡屋坐低，享受下呢份難得嘅時光，靜靜坐喺海邊，一邊品嘗美食，一邊將金燦燦嘅日落美景盡收眼底。喺雙廊古鎮街上，抬起頭就見到嘅璀璨燈影，定係沿街嗰啲極之有文藝氣息嘅小店，喺夜色嘅暈染之下，靚到好似一場未醒嘅夢咁。喺大理古城粵民宿開啟新一日嘅方式，就係享用呢餐豐富嘅早餐。喺呢度食嘢，唔單止係為咗喚醒味覺，更加係為咗沉浸喺大理古城特有嘅寧靜之中。去過香格里拉嘅雪山，吹過麗江古城嘅晚風，路過喜洲嘅麥田，留喺雙廊嘅日落，呢趟雲南之旅就喺大理完美結束。向你埋怨，要为你弹一曲古筝，雨落无言般，你我落红尘，今生又有如谁心门？求得一人心，岁月不分离，与你相遇的拥着春风，情只有的浓，总与你最懂，等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残月春
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山住。点一盏明灯，花香已满园，要为你弹一曲古筝。雨落雁门，你我落红尘，今生又犹如谁心门？为你生情愫，还一见如故，恋爱让人生糊涂。马大草催促，鸟儿绕蝉鸣，是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